咁今日就講呢一個我哋點樣去溫習呢個12篇範文啦。咁首先清一清啲 concept 先啦。咁首先就係呢個12篇範文其實係佔咗成份卷入面幾多 percent 咧？咁淨係講佢係計卷1嘅甲部啦。OK， 卷1甲部。咁卷1甲部佢就係大概 total 幾多 percent 咧？成份卷啊12%。OK， 即係包埋 SBA 啊，包埋實用文嗰啲。咁佢就佔大概12%。咁有個對比啦。咁其實咧卷2甲部 ，OK， 即係實用文咧，其實咧係大概 13.5% 嘅。OK， 即係其實咧實用文佢嘅重要性咧係大過12篇嘅。OK， 咁但係12篇就係 OK， 佢係唯一一科可以100% 完全準備到啦，所以就一定要背熟，一定要溫。OK， 咁但係純粹就清一清個 concept 就係其實甲部 OK 相對上嚟講咧，可能係咁多份分部嘅卷入面嚟講，佢就佔得最少 percent 嘅。OK， 咁即係簡單地講就係我哋係咪真係要花咁多時間 OK 擺入去甲部度溫咧？咁如果能力教育嘅話，就當然係擺咗時間去背呢一個12篇啦。咁但係如果能力即係 OK 嘅，OK， 然後想衝再高分啲嘅話，其實應該將更多嘅時間分配喺卷2啊，或者閱讀理解方面，或者 SBA 啦。OK， 好，咁一開始講完啦，就會講我哋點樣溫習呢個12篇範文。OK， 咁其實咧雖然就話係12篇啦，但係其實加埋所有嘅詩詞啦，將農人同行文字咧分拆出嚟咧，其實大概有18篇文章嘅，18篇文章。咁 OK， 咁首先第一樣嘢啦，其實我哋18篇文章，我覺得溫書嘅話咧，我哋一定要點咧？我哋將佢劃分咗唔同嘅部分去溫，即係你唔會冇次序咁去溫呢12篇嘅，即係我建議係一定要有個次序去溫呢12篇文章。OK， 咁首先咧我就建議有2種嘅分法啦。OK， 咁第一種分法咧係儒道兩派嘅。OK， 即係分咗做儒家思想同埋道家思想。OK， 咁所以先講咗儒家思想先啦。佢嘅核心概念或者佢核心精神係啲咩咧？就係講話我哋要入世啦，重視啲倫理道德啦，即係農人同行君子，或者係強調社會責任、教育學習啊，即係例如勸學、詩說、家國情懷。OK， 即係講廉頗同相遇嗰啲嘢。OK， 等等呢啲啦，咁就分咗做儒家。OK， 咁儒家有邊幾篇文章，或者我哋要溫嘅次序應該係點樣咧？咁我建議第一篇咧溫嘅係農人同行君子啦，之後就儒我叔也。OK， 之後係咩咧？係勸學。OK， 之後係詩說，之後係六經，之後係出師表，之後係最後廉頗同埋岳陽樓記，仲有就係登樓同埋青玉換。OK， 咁就係咁樣溫落去。OK， 即係我建議嘅次序係咁樣咯。咁就分咗儒家呢個思想，同埋道家思想。咁至於道家思想有邊幾篇咧 ？OK， 道家思想咧就唔係淨係講緊道家思想嘅，亦都包括緊可能係隱逸啊、超脫情懷等等呢啲咁嘅嘢。OK， 咁核心精神係講緊啲咩咧？就講出世啊，我哋崇向自然，追求精神自由，逍遙無為，與萬物合一，同埋看淡得失嘅。咁所以第一篇當然要讀嘅就係逍遙啦。OK， 第二篇咧，我建議要讀嘅就係士得西山。第三咧就係月下獨酌。OK， 之後就念奴嬌。OK， 然後全部就係山居秋暝同埋聲聲慢嘅。OK， 好啊，咁就係咁樣有個次序啦。OK， 咁聲聲慢咧就比較特別嘅，因為其實聲聲慢咧佢唔算係有一個好明顯嘅分派啦，即係佢冇一個話佢係儒家思想又唔係，話佢道家思想又唔係嘅，即係比較上就似係一個抒情文章多啲咯。咁就冇分一個派系嘅。OK， 咁同埋山居秋暝咧，雖然就話係道家，其實咧佢係偏向佛家多啲嘅，偏向佛家，因為佢係被稱為師佛啊嘛。咁其實咧係最主要就係因為佢嘅思想係比較近呢個佛家。OK， 咁但係我都歸納咗佢喺呢個道家度啦，咁就方便啲溫。OK， 咁呢個第一種方法。咁我哋溫書嘅時候，我就可以分 OK， 我哋溫咗儒家思想先，然後可能再溫道家思想，分兩個部分，兩個主要嘅部分去溫習。OK， 咁仲有一種分法咧，就係我當時溫書嘅時候一種方法，就係咩咧？就係以文章嘅互文性、相似性同埋歷史背景作為一個劃分嘅。OK， 咁好簡單，分咗7個單元啦。咁先講第一個單元，亦都係即係每個單元我就建議係有個次序，咁可以令到你去溫啦。我咁想第一個次序，第一個單元咧就係聖賢嘅抉擇，就講啲咩咧？講一個儒家嘅修身。OK， 咁歷史背景呢啲我唔多講啦。咁最主要我要分咗2篇文，可以一齊溫嘅係咩文咧？第一個咧就係農人行君子啦，然後就係儒我叔也。咁點解最主要嘅原因就係因為冇啊，就因為佢都係關於義 ，OK， 關於禮 ，OK， 咁如果你要溫嘅時候就會比較容易記到 ，OK， 係講緊啲儒家思想嘅嘢，咁如果一次過溫嘅時候就比較容易入到腦啦，我覺得。咁至於第二樣嘢啦，第二個單元咧就係咩咧？第二個就係講緊勸學師道。OK， 咁講啲咩咧？就講我哋學習嘅道理啊，求學嘅道理，求學嘅方法。OK， 咁我哋可以就邊2篇文咧？最主要就係勸學同埋詩說。咁勸學就教咗你我哋學習嘅必要啦。OK， 學習嘅態度啦。咁至於詩說就教咗我哋求詩嘅重要性，求詩嘅必要。OK， 咁呢2篇文咧就其實相似性都幾高，同埋佢篇幅咧都唔係特別長。咁其實如果2篇文一次過去溫咧，OK 就比較容易處理到嘅。OK， 咁呢個就係第2個單元啦。咁第3個單元咧就係講戰國存亡啦。OK， 咁呢2篇文咧就唔需要多講啦，佢哋互文性就係廉頗同相遇同埋六經嘅。OK， 咁仲有就係佢哋嘅關聯性就係在於 OK 都係六經。OK， 咁同時有史實同埋詩人。OK， 咁我哋就可以 OK 一次過溫呢2篇文章啦。OK， 好啦，咁之後第2篇啦，第4個單元咧就係講萬世的孤忠，就係講啲乜嘢咧？其實就係講緊咧寫呢篇文嘅作者咧，通常都係有一個表達到一個愛國嘅情懷。OK， 例如啲咩咧？例如就係出師表、登樓、岳陽樓記。OK， 呢3篇文章嘅作者咧，其實都係好愛國家，即係佢喺篇文章入面咧都表露到咧佢係對呢一個國家嘅即係嗰種忠誠。OK， 咁所以其實呢3篇文章咧都可以一次過溫。OK， 咁岳陽樓記都有講到就係先優後律呢個道理啦。OK， 咁至於啦，最後仲有幾個單元。OK， 就係呢個道家嘅理念啦。OK， 就係講緊咧我哋點樣由世俗嘅痛苦轉向精神嘅自由咧。咁其實咧如果要溫呢
呢3篇咧就係可以一個 concept，就係思想動物該隱嘅過程。OK， 就係咩咧？莊子提供咗唔好被世俗綁架，柳宗元喺被貶後痛苦中，通過由西生嘅動物了解咗莊子嘅道理，王維就係展示咗動物之後真正隱居山林嘅平靜生活。OK， 咁啊帶咗各自嘅一啲道理啦，就係逍遙遊佢帶咗無用之用，而只一西山宴遊記咧就帶咗心形認識。OK， 山居生命就講佛學。OK， 咁如果要溫呢個使得西山宴遊記嘅時候咧，就建議可以多啲了解一下柳宗元嘅即係呢個作者佢嘅背景啦，咁你當你溫嘅時候就會更加了解到佢嗰個前後嘅對比啦。OK， 好，咁就下個單元咧就講月下灑脫。咁呢個月下灑脫其實好簡單嘅，就係講緊，因為佢2篇文章都係關個月亮事。OK， 月下獨酌就講孤獨嘅極致啦，即係三人對舞嘛，影子、李白同埋月亮，佢互相一齊跳舞，又解脫咗佢嘅孤獨，可以化解孤獨。OK， 咁至於念奴嬌佢嘅關月咩事咧？其實最簡單就係，OK， 一磚還月光月，其實就係講緊，佢用一杯酒，OK， 還咗，OK， 倒落去啲乾，OK， 望住個月亮就用笑，OK， 笑自己，感嘆人生如夢嚟化解挫折。其實兩者都係面對生命困境嘅時候自我排解。OK， 咁可以嘗試寫一次過溫呢2篇文章啦。咁之後個單元啦就係南宋嘅悲歌，就係講咩咧？就係講青玉碗同埋星星鬘嘅。喂，咁其實佢2個嘅歷史背景咧都係發生緊喺同一個，即係歷史背景都係相同嘅情況下。OK， 就係南宋時期啦。OK， 咁青玉碗就講啲咩？就係眾人皆醉啦。OK， 大家都過住個醉生夢死嘅生活啦，喺呢個宴席熱鬧情況，就係得阿新其實咧佢自己有呢一個翻返呢個不順嘅一個寄望啦。OK， 咁至於星星鬘就講啲咩？就係國破家亡。OK， 國破家亡。好，咁就係呢2篇文章啦，咁都可以一次過溫啦。即係如果你知道1篇文章嘅歷史背景咧，咁其實都好充足噶。OK， 好啦，咁再下一個就係12篇範文係咪真係全部都要背晒佢咧？咁其實喺當時咧，我係冇背晒。咁當然有啲文章係一定要背啦，即係一定要全部背熟。係咩咧？首先就係論文同孝君子、勸學、詩說、詩三首。喂，山居生命、月下獨酌、登樓，然後就係詞三首。即係呢啲所謂嘅文章咧，都係比較短嘅。喂，同埋佢好容易就會考啲哲學題目。咁呢啲文章我都建議係一次過背熟晒佢。咁咧，其餘下面咧，即係其餘剩低我冇提佢嘅文章。就唔需要全部背啦，但係唔使背嘅。OK， 你一定要背一啲乜嘢咧？背一啲關鍵嘅詞句啦。OK， 因為其實最主要點解我哋會背一啲關鍵詞句咧嘅原因就係因為可能佢出哲學題。OK， 咁如果萬一 OK 佢冇話過長題目，即係長啲嘅文章係唔出呢一個嘅哲學題。咁所以我都要背一啲可能關鍵嘅詞句啊，可能係例如咩六個論嘅中心點係啲乜嘢啊？即係6個破滅非攻不利戰不善，即係呢啲起碼我哋一定要識嘅。咁或者係啲咩咧？再簡單啲講，就係關乎人物嘅性格或者身世嘅例子。OK， 咁最簡單一個例子就係久存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OK， 即係出師表其中一句。咁呢句其實我都覺得好大機會會出嘅。OK， 因為首先佢係一個句式，即係個字2句嘅字數咧係一模一樣。OK， 喺度表達咗咧諸葛亮希望喺亂世之中咧暫且保存性命，唔想攀劫皇后而取得美名同埋高位。OK， 咁就係咁咯。OK， 即係一啲咁嘅重要句子就建議背咗佢。OK， 咁就講一下我哋如果 OK 就大概知道咗啦。每一篇文章我哋應該要點樣溫習咧？咁其實好簡單嘅，就你每一篇範文咧應該都要分開唔同嘅部分去溫嘅。OK， 咁我就劃分咗4個部分。第一個咧就係最簡單語譯，只要你喺望住本書逐隻字抄出嚟咧，其實就一定溫到啊。咁何謂之語譯叫做合格咧？其實好簡單嘅啫，就係通常語譯咧就係4分嘅，或者即係1分1題啊嘛。咁建議係一定要拎到3分以上嘅，3分或者以上，咁先叫做合格。因為起碼3分或者以上，先證明咗啲咩？證明你真係有溫緊咯。OK， 證明你有溫到語譯。咁下一個部分啊就講溫啲咩咧？溫寫作手法、結構手法同埋修辭手法。OK， 呢3樣嘢，咁我就唔需要多講啦。呢個都係咪書嘅嘢，你肯溫就得噶啦。OK， 另一個就係主旨。咁就主旨咧就係好棘嘅，即係你每一篇文章，唔係或者每一個出版社、每一個可能老師嘅教材，佢哋嘅主旨都唔同。但唔緊要嘅，其實好少會問主旨。但點解要你都係溫主旨咧？因為就係萬一可能你突然之間下落唔記得咗成篇文講啲咩時候，你起碼都有嘢答到入去，會喺問答入面答到入去。好啦，咁最後一個部分最重要咧，我覺得4個範圍入面最重要咧就係問答。OK， 點解係問答咧？其實老實講，問答就好似你做數啫嘛。OK， 你做數你都唔會淨係齋溫公式。OK， 你可能要練下點樣答，練下點樣去計到個答案出嚟。OK， 咁其實中文同樣道理嘅啫。OK， 但係中文就再簡單啲。OK， 其實你直接做啲咩咧？就係將問答嘅 marking， 你只要將問答 marking 咧 mark 晒落嚟。OK， 整成一份你自己嘅筆記，然後去溫習，咁其實就已經係好足夠。OK， 要整一份問答嘅筆記簿嘅。OK， 整一份問答筆記簿，因為首先第一樣嘢，你理解課文 ，OK， 同埋你真係答問題嘅時候係兩件事嚟嘅。OK， 理解嗰篇課文咧就只係令到你可能你知道點樣讀，知道發生咗啲咩事，但係其實唔係真係可以令到你充足咁樣去答到啲所有嘅問題咯。所以就點解你好似花咗好多時間入去12篇入邊，但係到最後出到嚟嘅時候，你嘅12篇都係可能啱好合格咧。OK， 呢個就最主要原因就係因為你冇咪過問答。OK， 你要知道，喂，你要企喺考評局嘅角度，就係諗下，喂，作為一個老師，作為一個考評局，你應該會點樣出題去行嗰啲學生咧？會唔會就咁問你篇章入面嘅內容咧？唔會啊嘛。OK， 所以就諗多啲，佢會到底問你啲乜嘢？咁有啲乜嘢問答嘅資源咧？其實最簡單一樣嘢就係，首先當然就係 DSE 啊 ，OK，past paper 啦。咁另外一樣嘢就係咩咧？其實你由中4到而家，你學過咁多嘅12篇，考過咁多次測驗考試，其實已經一定累積咗 ，OK， 一定累積咗啲唔同嘅考題。OK， 所以好簡單嘅啫，就揾翻呢啲測驗考試 quiz 出嚟，嘗試做啲咩啊？就將佢咧 ，OK， 整成一本筆記簿，將呢啲嘅問答 ，OK， 將呢啲嘅答案寫晒一本筆記簿嚟。咁當你溫書嘅時候，你就可以直接溫啦。咁就係要整一本問答嘅錯題簿啦。咁當時其實我都有整一本問答嘅錯題簿，因為好簡單嘅道理啫，就係當你去到臨考嘅時候，我當你可能臨考1-2日前啦，OK， 唔理係 DSE， 抑或係呢一個考呢一個嘅期中試都好 ，OK。咁其實你重新溫晒成篇文章係好嘥時間。咁我建議係點咧？
其實你只需要做兩樣嘢，即係如果你真係好趕急，即係得翻2日嘅時候溫處理12篇嘅時候，我建議係直接重溫一啲自己唔熟悉嘅篇章 ，OK， 或者係啲咩咧？重溫自己以前一啲得分較少嘅題目就足夠啦 ，OK， 咁就唔需要特登重新溫晒成篇文章 ，OK， 咁如果咪就好嘥時間，咁呢個都唔符合呢一個即係臨考前嘅一個時間管理咯 ，OK，咁就係咁。